来关心G团体峰会，这个拜六会伫印度举办。不过即马是风声讲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无要去参加，会由中国的总理李强代表。这也是习近平对2012年执政以来头一届无去参加G团体。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遗憾。 饭店头前设伫安检区，武装警察带警犬伫四周围巡逻。20国集团领袖高峰会 G20，这礼拜六就要举行。主办地点印度首都新德里已经准备用高规格维安迎接各国领导人。不过之前讲会出席 G20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佮传出讲无爱去啊，该由总理李强代表参加。美国总统拜登伫媒体询问时阵表现有淡薄仔失望。I am disappointed, but I'm going to get to see him. 拜登表示，甲习近平也是有机会小拄头，不过并无讲其他的资讯。两个人顶一届会面是伫去年印尼G20，尾啊，美中因为中国侦察气球贸易争端、台海问题，真侪无共的意见，关系真紧张。这是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头一届无参加G20。外国媒体分析，应该甲中国进前公布新版地图引起争议有关系。地图是国家版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。 反映国家的主权范围。北京上新公布的地图，除了纳入台湾甲南海国岛，佮包括中印边境的争议地区，也引起相关各国的抗议。印度阁是今年G20的主办国。BBC 引述无啥名的消息来源指出，习近平无来是为着闪开较歹看的场面，当时也无想要互人问到中国经济、俄乌战争这敏感问题。公司新闻7万2编。